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我今天想要这里介绍一下宝瓶的功德。很多人知道宝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物但是宝瓶有很多种的内容。宝瓶有可以供往龙王的龙王宝瓶，宝瓶也有可以供养在地神的地藏宝瓶然后宝瓶也有聚集财福的财圣宝瓶，也有长寿宝瓶，也有法藏宝瓶，所以非常殊胜的。所以对于一个法藏宝瓶来说的话，就是聚集所有法的最重要的、最珍贵的精华内容在里面的那种宝瓶来说的话，就是一种法的宝藏一样。所以它呢就包开了所有的世间的这个财富也好，世间该圆满的一切的福报都是圆满聚集的一个宝库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很多人知道宝瓶供在坛城上的它的利益是什么。宝瓶它呢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便法门。如果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宝瓶，在一个区域，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宝瓶的话，这整个的在这个区域的所有的人都是会能够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福报，以这样的这么殊胜的一个含义。比如说在大海里面放一个宝瓶的话，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大海里面的所有的众生都会得到加持的以这样的一个含义。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在藏一个宝瓶在地下面，那么整个的这个环境都是会好的以这样的相当就是地水火风空五大的所有的这种能量都是会变好的，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是说环境已经破坏了，环境污染了等等，这些环境污染跟破坏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些效果这些的那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相当就是在做一个宝瓶藏在地下面，或者是放在家里面，或者再放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圆满的宝瓶的话，也是可以改变环境的磁场。所以在一个污染的地方你就放一个宝瓶，也是对这个环境里面的众生是不会受到污染的障碍，所以非常殊胜的谢谢大家。